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Benson 啊。上期節目咧，同大家分享咗中山二手樓真實嘅啲樓市成交數據，發現大家咧都係會對買樓避坑嘅內容咧更加會關注。當然，大家想聽 Benson 咧都會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嘅，將好多樓市真實嘅一啲真相同大家一五一十咁樣講翻。而家嘅樓價的確跌咗好多，以前郊區嘅預算咧，而家可以揀到市區嘅物業。但係你想買到真正啱自己冇伏嘅樓咧，反而更加難咗。既要從眼花繚亂一大堆嘅降價盤裏面減心水，又要識別而家咧有問題嘅開發商，更加要從良莠不齊嘅從業人員裏面咧揀中介。呢期咧，我哋先同大家拆解下三大嘅明星樓盤。之所以叫明星，因為咧佢哋好大機會會上一檔咧電視節目，叫到東張西望，背後咧可以講係全部都係香港業主嘅血淚維權史。唔好以為呢啲套路咧離你好遠，最後一種咧至今仲有好多開發商用緊，尤其第三類樓盤仲利用咧香港同內地房地產嘅個高度嘅差異性。目前仲有唔少嘅香港睇樓團嘅客戶一車一車咁樣俾人送上門啊！嗱，如果呢一種咧買樓避坑嘅節目對於有幫助大家嘅話，可以幫忙大家點個 like 或者轉發俾身邊有需要買樓嘅朋友啊！睇到最後，不妨咧你喺評論區話我知，你覺得第幾類樓盤咧最有機會上東張西望呢個欄目啊？第一類嘅明星盤，開發商資不抵債，等咗3年仲收唔到樓嘅錢譽。呢個屋苑咧真係可以講係名副其實，錢使咗，層樓咧竟然越等越遠。好多業主苦苦等咗3年，至今仲未可以收到樓啊，大佬！其中接近1/3都係香港嘅業主，而家咧仲喺度積極咁樣維權中。點解會吸引咁多香港人嚟買呢？講真，呢個屋苑嘅一個吸引力咧係非常之爆嘅。屋苑咧坐落喺中山嘅三鄉，呢度咧一向都會有中山小香港之稱。早前咧係有大批香港人買入咗雅居樂嘅物業，街邊嘅一個茶餐廳咧可以講係飄住咧香港熟悉嘅味道。往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班次密啦，路線熟，生活嘅便利性可以講係直接拉滿100分嘅。再加埋前裕，呢個屋苑主打係複式嘅特色戶，上下2層咧可以分開使用嘅，一層可以住，一層可以收租，仲有人咧會吹噓租金都可以幫你供埋層樓啦。更加實手揀嘅係佢係70年產權嘅公寓，當時有市面上同類型嘅產品咧，大多數都只有40年期嘅啫，總價45萬就可以買到精裝嘅3房，對比當時有嘅雅居樂。同面積嘅住宅咧，3房要100幾萬，簡直可以講筍到爆。以及咧，再加埋疫情啱啱放開，樓市嘅一個溫度咧都升溫咁。咁樣嘅地段加咁樣嘅時勢，係咪睇落去簡直冇得輸啊？但係呢個筍盤嘅背後咧，佢暗藏住巨大嘅風險。之所以會比市面上平一大截嘅價錢，原來係開發商世光創建當時候已經出現咗債務嘅危機，急於套現回籠資金，仲將大量在售目前嘅資產咧抵押咗俾銀行。到咗24年嘅6月份，開發商咧正式宣布所有目前在建嘅項目都需要停工。到咗10月份，確認咗復工無望，債務同埋訴訟咧集中咁樣爆發，包括咗上文提及嘅前裕啦，仲有江山月呢啲多個嘅樓盤。可以講係交付變得咧遙遙無期。講到呢度咧 ，Benson 一定要提醒下大家，喺而家嘅樓市嘅下行嘅階段咧，揀資金穩陣嘅開發商比所有嘢都重要。唔係話國企同央企咧，佢嘅樓就一定完美，但係佢起碼出現咗要維修、交付有問題嘅時候咧，佢有人負責，以及咧有人跟進。呢邊我都整理咗咧，目前喺成個中山25年咧
國企同央企出貨前10嘅開發商嘅名單。如果咧大家目前仲未分得清楚邊啲係屬於國企，邊啲係屬於央企嘅話，喺留言區打個66，我會發呢份資料俾大家。第二類嘅明星樓盤咧，就係一啲包租嘅住宅充電樁車位，借助電車嘅熱潮咧設局，高回報咧，全部都係呃你嘅騙局。講到呢度咧，有機會上電視嘅明星，其實咧係同我哋國家大力發展嘅電車有關。2025年咧，全國我哋嘅新能源嘅電車佔比已經達到咗57%，首次咧係超越咗油車嘅。街道咧10部車已經有6部咧都係呢啲新能源嘅電車，未來嘅佔比咧只會越嚟越高，因為電車嘅用車成本以及政策買車有補貼，科技同埋續航力咧都會越嚟越好。仲有一個非常之重磅嘅數據，就係咧中國汽車製造嘅一個產業總值已經達到咗11萬億，首次咧係超過咗房地產嘅。言外之意咧，就係電車嘅產業總值咧，絕對係國家咧長期會發展嘅一個重點產業。此時此刻，我哋嘅主人公咧就要出場啦。油車要加油，咁電車係咪要充電呢？如果你擁有咗一個長期有穩定嘅一個充電站，係咪等於你有咗一隻咧政府派飼料嘅會生金蛋嘅雞呢？如果有做過功課嘅朋友咧，肯定會知道路邊正規嘅充電站嘅投資係非常之高嘅。小型得3支槍嘅充電咧要60萬，中型嘅10槍咧要120萬，大型嘅30槍咧要300萬起步。普通嘅散戶根本係承受唔到呢一個投資嘅額度嘅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喺上一年有參加過一啲中三公司組織嘅香港睇樓團嘅話，佢哋咧就會有計仔啦。佢哋會喺一啲入住率非常之高嘅二手小區攞低一啲車位，佢就係賣你5萬蚊一個，買3個咧就會送你一個充電樁。醒目嘅朋友佢肯定會問啦，入住率咁高，點解咧佢會有咁多車位仲可以賣出嚟呢？嗱，我哋帶住呢個疑問咧，同大家一步步咁樣深入分析，佢哋係點樣氹你一步步入局嘅。開始嘅劇本咧，同開頭我哋影片描述嘅電車喺國內嘅潛力所在，讓你咧首先狂吹電車嘅產業前景，同時咧對於充電樁嘅投資咧充滿願景，再幫你精算一下收益。每一支充電樁每個月接近係10厘嘅回報，仲有咧可以出租埋而家嘅車位300蚊嘅一個穩定收入，雙重嘅收益，聽落去係咪好吸引呢？嗱，講到呢度就係戲肉啦。至於佢哋點解會揀一啲高入住率嘅舊小區，呢個咧先係逼你落訂嘅一個絕招。因為咧舊小區佢其實個電容咧係有限嘅，可以安裝充電樁嘅數量咧都係固定嘅，加上小區嘅一個車位咧佢係緊張噶，遲咗咧名額就會俾人搶晒。現場嘅氣氛一烘托，隔離嘅人吹咗一下你嘅耳仔，唔少嘅叔叔阿姨咧根本就係坐唔定嘅，一口氣咧就係買4到5個車位嘅人咧大有人在。睇樓團一車一車嘅港人咧就係咁樣俾人咧呃上門嘅，結果肯定係唔好提啦。當你買咗之後，你會發現根本冇人會特意入你個舊小區裏面去叉電。因為咧住宅其實最高咧就只有220伏，你裝到嘅充電樁咧都係慢充嘅充電樁，充滿一架車咧要幾粒鐘，而出面嘅商業快充站咧佢只需要半粒鐘就可以搞掂啦。邊個咧會揀你呢啲慢充呢？至於車位嘅出租，舊小區周邊其實有大把嘅路面停車位，根本咧冇人會花錢去租車位。更加慘嘅係充電樁咧，佢會吸引陌生人進入小區嘅地下室，帶來咗咧巨大嗰個治安嘅隱患。
其他業主你覺得咧出現呢種情況會唔會去維權呢？咁維權咗之後，你覺得你呢個投資咧係唔係會變成一堆廢鐵啊？第三類明星樓盤係產權陷阱嘅偷換概念，真金白銀買樓做業主變成咗租客。呢種套路咧，專門係收割唔熟內地房地產規則嘅外地人，簡直係香港人置業嘅重災區啊！相信有了解過內地房地產嘅朋友咧，都會聽過70年產權嘅住宅、40年產權嘅商辦公寓，但係大家有冇聽過咧永久產權呢？嗱，其實咧就係當地村或者集體起出嚟嘅樓，睇個房產證咧，你就會清楚嘅，佢綠色嘅產權人咧，佢會寫明係集體所有，根本咧唔係個人。呢種樓咧，本來佢就係為咗起出嚟保障當地居民咧，用於咧保障房，根本咧係唔允許對外銷售嘅。而我哋呢期嘅主人公咧，就同佢拉更啦。但係佢哋嘅誘惑性咧，實在好強嘅。地段咧，往往會喺一個市中心好核心嘅區域，價錢咧仲會比周邊嘅商品房平2/3。曾經咧，秦始皇嘅扮演者劉永啊，佢都跌入過呢一個購房嘅陷阱。當你咧興合合咁樣準備簽約嘅時候，你先會發現咧大事不妙。擺喺你面前嘅根本咧佢唔係商品房嘅買賣合同，而係一份咧長期嘅租賃協議。租期咧仲要寫到咧20年、30年。開發商會話咧呢個喺內地咧係慣例嚟嘅，租期到咗咧佢會自動續期，同買樓係一樣嘅。但係咧呢個根本就係偷換概念。呢啲樓咧本來咧佢就係屬於咧集體產權房，俗稱咧小產權，根本咧係唔允許對外銷售嘅，只有當地嘅村集體成員咧先有資格擁有。外地人買嘅話，根本咧係冇辦法咧辦理到房產證嘅。你交嘅首付房款，實際上就係幾十年嘅租金。最慘嘅係咧，呢種租賃嘅協議喺法律上根本係冇保障嘅。一旦村集體要收翻土地，或者咧樓盤被認定咧係違章建築嘅話，你連一分嘅賠償咧都係冇嘅。仲有啲不良嘅開發商咧，同一個單位佢可能同時同幾個人簽呢啲租賃嘅協議，收完錢咧就走佬，最後咧一班租客咧可以講係爭崩頭啊，都係咧竹籃打水一場空嘅咋。以上咧呢3類嘅明星樓盤嘅坎咧，每一個都係香港業主嘅血淚教訓。希望大家咧睇完咗之後，買樓時候咧多一份謹慎啦，唔好俾嗰啲低總價高回報嘅樓盤咧沖昏咗頭腦。好啦，呢期節目咧就到呢度啦，下期節目再見。